阿摩司書1章11至12節，耶和華如此說：以東3番4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，因為他拿刀追趕兄弟，毫無憐憫，發怒撕裂，永懷憤怒。我卻要降火在提幔，消滅波斯拉的宮殿。以東嘅罪係因為傷害佢嘅弟兄，更從中取得個人嘅利益。唔單止係咁，更以個人嘅喜好、喜惡，將情緒發洩喺身邊嘅人，呢樣令到上帝嘅審判必快快臨到。喺以西結書35章5至6節，同埋俄巴底亞書第14節，即是主前587年，猶大嘅難民遭受以東人迫害同埋殺戮。喺俄巴底亞書裏邊10節、12節都提雅各為弟兄。約珥書3章19節，可能亦都係指到猶大受到以東人嗰種嘅殘害。再根據阿摩司書前段論到迦薩同埋推羅嘅作為，都將戰俘賣到以東。可能以東早就有呢一樣嘅迫害以色列嘅事。經文嘅形容以東嘅怒氣係不受控制地咁發洩出嚟，目的係要撕裂當中嘅關係。呢個係幾咁可怕嘅事。因此上帝話消滅佢哋嘅重鎮提幔、波斯拉，嚟反映審判嗰種嘅徹底。我有冇好似以東一樣，為一己之利而傷害自己身邊嘅弟兄同埋姊妹，甚至發洩自己嘅情緒嚟達到獲益嘅目的呢？